个中西区长蔡家福以及这位里长甲伫民意代表共同的觉悟，这只重新装点的彩绘春牛，就伫个区公所的门口来展示。区长表示，这只春牛原先是民同社区发展协会参加文化局的看春牛设大家创意春牛精选创作的第1名作品，后来经过风吹日拍，伫个农历年进前，里长就提起要来重新整修的构想。经过社区的里民，甲着工艺师分工来彩绘，才有今仔日新的面貌。春牛其实是冠军牛。因为伫111年是由咱永华里营同社区咱的曾确院里长他们去参加文化局的创意春牛甄选的比赛，当时获得票选第1名抱我声甲鼓励者。但是对于111年的放伫咱的活动中心外口经过了风吹日晒雨淋，所以它已经褪色那上面的装饰也都脆化斑驳了伫个过年前咱里长有提出讲想要重新来经历的这个想法所以那时候刚好公所也有一批我们要报废的旧的行政区域图所以公所就利用这批要报废的图纸运用勾抓的方式协同我们的公所的同仁一起来改完成伊的身体所以他现在是纸糊的。工艺师刘进文甲着伊的学生，依照今年春牛图所对应的色彩来上色，用了2天的时间，为春牛来装点吉祥的图文。现场嘛有着区长带领各位民众做伙来望春牛，向前吉祥。望牛角，趁钱稳达达，趁钱稳达达。望牛耳，健康吃百二，健康吃百二。望牛嘴，万年大富贵，万年大富贵。目前，这只春牛就放伫个区公所的门口，区长欢迎民众来现场望春牛，而且翕相上传脸书，并且拍卡标记台南市中西区公所。公所还佮准备新春祝福的小礼物，限量只有200份，送完为止。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